修女、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5D 班李許晴。今日好榮幸能夠獲邀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學習經歷。升上中五已經過咗1個學期，呢段時間雖然有過迷茫同埋挫折，但經過不斷嘗試同埋調整，我慢慢發現咗適合自己嘅學習節奏，亦都對應付考試有咗更加多嘅信心。喺呢段跌跌撞撞嘅旅程入邊，我逐漸摸索出一啲可能會對大家有用嘅學習方法，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師妹揾到屬於自己嘅方向。正如啱啱海文同學所講，學習嘅真正意義唔單止係為咗考試，係為咗自己嘅成長。喺學習嘅路上面，無論成績理想與否，反思都係幫助我哋成長嘅關鍵。當我哋遇到困難或者挫折嘅時候，與其逃避或者氣餒，不如停低腳步，靜心反思，點解會出錯？邊一個步驟可以改進？下次遇到類似嘅狀況，可以點樣應對？呢一個過程就好似為自己嘅學習旅程裝上一面鏡子，令我哋可以清晰咁睇到自己嘅進步空間。反思唔單單係考試之後嘅檢討，而係應該融入喺日常生活入邊嘅每個環節。例如每日放學之後用5分鐘問自己：今日學到最深刻嘅概念係啲乜嘢？邊一個部分仲未完全咁理解？聽日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？正如古人所講：學而不思則罔。一味咁學習，但係唔進行思考，最終只會一無所得。只有通過不斷咁反思，我哋先可以真正咁理解知識，喺未來嘅生活入邊靈活運用。其次，喺課堂之前進行預習，亦都係一個必不可少嘅準備功夫。無論你係文科生又好，理科生又好，要理解新學習嘅課題，基本上都要用過曾經學習過嘅知識。為咗能夠唔好一頭霧水咁同新嘅知識打交道，複習曾經學過而又已經遺忘嘅舊知識，就成為咗課前預習嘅重點之一。我會喺上堂嘅前一日，利用人工智能雙管齊下。例如中文科作文方面，會利用毛筆呢個嶄新嘅人工智能助手。佢唔單止可以提供審題嘅指引同埋寫作嘅建議，喺完成寫作之後，人工智能會即時批改同埋評分，逐段俾改善嘅建議，幫助我突破寫作嘅樽頸位。英文科就會配合 Lingotask， 佢除咗有毛筆嘅作文輔助功能，仲可以幫我糾正文法錯誤同埋提升我嘅用詞多樣性，令我可以預先打磨好寫作嘅邏輯。另外，仲會用 DeepSeek 快速提取每一科嘅學習重點，配合 Quizlet 製作預習嘅卡片，咁樣先掌握咗基本嘅概念之後，上堂就可以更加投入討論。課堂上面嘅小組共學係另一個寶貴嘅學習機會，我哋會分組討論難題，分享各自唔同嘅解題思路。為咗保留我哋嘅討論成果，我哋亦都會一齊共建筆記。有啲人會專注喺點樣演變條公式出嚟，有啲人會負責畫圖解說，仲有人會補充現實生活入邊嘅例子。呢一種方式唔單止可以令到我哋寫嘅筆記更加全面，仲可以互相學習彼此嘅筆記方式，提升整體嘅學習效率。再者，升到上高中之後，知識變得更加複雜。中五第1個學期加上中4成年嘅內容，已經多到冇辦法逐份工作紙反覆閱讀10幾次，所以整理一本清晰有系統嘅筆記就成為咗我溫習嘅救命稻草。一本好嘅筆記唔單止要整齊記錄重點，仲要成為幫助記憶嘅利器。對於我嚟講，腦圖同埋色彩係必不可缺嘅工具。我會用唔同嘅顏色標記唔同內容，例如藍色代表公式，紅色代表關鍵嘅概念。同時，我亦都會加入簡單嘅圖像同埋符號，幫助自己更加快咁記住複雜嘅知識點。不過，筆記最重要嘅原則始終都係清晰易明，方便溫習嘅時候可以快速理解。另外，我發現寫筆記嘅時機都好重要。我通常會喺學習後之後就會開始整理筆記，因為當時嘅記憶仲好新鮮，能夠更加準確咁記錄重點。寫筆記嘅過程其實就係一次重溫同埋鞏固知識嘅機會，可以幫助我將零散嘅知識點串聯成為完整嘅知識網絡。
以上就係我嘅學習經歷分享。平時保持認真嘅學習態度，同埋喺課堂之前做好預習，係取得進步嘅關鍵。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嘅學習方法，而我嘅分享只係其中一種嘅可能性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拋磚引玉，吸引更加多嘅同學同我哋一齊交流心得，互相學習，共同成長。記住，學習嘅路上係冇標準嘅答案，但只要我哋保持反思嘅態度，就一定會揾到屬於自己嘅成功之道。多謝大家。